你最近有冇覺得情緒起伏大，夜晚成日瞓唔着嘅情況？呢啲可能係更年期嘅症狀。更年期係每位女性人生必經嘅一個階段，但係唔需要擔心，適當嘅保健品可以幫助你舒緩更年期症狀，等你可以更加輕鬆應對更年期。咁乜嘢係更年期呢？更年期係指女性卵巢功能逐漸衰退，荷爾蒙水平下降，通常喺45歲至55歲之間發生。當你嘅月經停止咗1年以上，就可以話已經進入咗更年期啦。更年期嘅症狀可以好廣泛，包括熱潮紅，突如其來覺得身體發熱、面紅耳赤，甚至出汗；情緒波動，容易感到煩躁、抑鬱，甚至焦慮；睡眠問題，夜晚瞓唔着，好容易醒，導致精神疲倦；骨質流失，骨骼密度下降，容易導致骨質疏鬆症。呢啲情況聽起嚟好似好困擾，但其實我哋可以透過保健品有效舒緩呢啲症狀，幫你更健康、更舒適咁度過呢個階段。第一款產品係美國 Source Naturals 嘅豆製金雀異黃酮複方，佢含有金雀異黃酮，冇經過基因改造，可以幫助改善潮熱，加強骨骼健康，同埋改善情緒。另一款產品係美國 Estrofen 嘅多重舒緩更年期複方，佢含有土大黃帶同脫氧土大黃帶，可以改善潮熱，改善夜汗同失眠，同埋提升能量。選擇合適嘅保健品就可以幫你輕鬆度過更年期，享受精彩人生。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多關於保健品同保持健康嘅資訊，可以訂閱呢個頻道，讚好呢條影片，同分享呢條影片俾身邊對健康資訊都有興趣嘅朋友仔啦。Real Deal 保健品有超過1000種唔同嘅產品，總有一款啱你。如果你都想知道邊款產品最適合你，快啲嚟門市揾我哋啦！